好多人都鍾意將床靠近窗邊放，但係原來長期貼住窗邊瞓覺，我哋嘅精神能量好容易會散走，影響睡眠質素，導致白天精神不足、行動力下滑，進而影響我哋嘅運勢。瞓覺係幫助我哋修復精神，令到身體回復能量狀態，所以瞓覺嘅位置係必須要聚氣嘅，特別係頭部兩側同埋頭頂嘅位置都不適宜太貼近窗戶去瞓覺。否則，久而久之，我哋嘅能量會散走。特別係而家嘅新樓都係以大落地玻璃去設計，大窗戶會令到散氣嘅程度加劇。如果你嘅窗外係近大馬路，又或者係近海，呢一啲氣流流動得特別厲害嘅風景，能量仲係會加速咁散走，導致睡眠唔夠安穩，容易多夢，睡眠質素下降，長此落嚟會令到精神能量下降。而且喺風水角度嚟講，瞓覺嘅時候頭部靠窗，代表背後冇靠山，處事上或者事業上難以有人事上嘅助力，凡事都要靠自己一個，比別人更加要勞心勞力咁樣去辛苦經營。所以可以的話睡床適宜盡量遠離窗口，咁就有助你積聚能量，提升運勢。不過香港居住嘅地方狹窄，一般睡床擺放嘅位置都有限，大家會唔會都有以上所講嘅情況出現呢？不妨話俾我知。